1個月你塊面會粉紅色。點解啊？打通膽經咧，肝經就會活躍啊，就會排毒功能好。肝經排毒功能好，佢造血就會快，明唔明白？好啦，所以叫肝膽相照。有冇啲人成日攰㗎？成日攰咧，話俾你聽咧，同個肝係好有關係嘅，係咪啊？嗱，好啦，睇住我打下，我係咁樣。嗱，如果你睇電視得閒無事嘅時候，1、2，嗱，你可以開始嘅時候咁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可以咁樣打，鬆一鬆佢先，warm up下先。咁一路落去都打一打佢，一路落去都打一打佢。咦，你發覺咦幾好打嘅喎，都係嘛？好。你平時咧，僅有一個地方係痛或者攰嘅，係咪啊？你就啄住嗰個位咧，打佢咧200下。但係唔係打同一個地方200下喎，係要揾幾個位走喎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嗱，好啦，我呢個膽經咧睇住，我而家教開你打咧，教識你打咧，唔係叫你打瘀佢，我係叫你有瘀嘅地方打咗佢出嚟啫。嗱，係有差異嘅喎。你係咁罰佢咧，乜嘢好嘢都瘀啦，你明唔明啊？但係點樣真真正正冇瘀嘅地方唔出瘀，佢係好血液循環；有瘀嘅地方咧，佢出咗啲瘀就係治病。睇住我打下，係咁樣嘅，停晒先你哋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四拍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四拍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四拍。呢膽經係好長嘅，我叫你揾一橛嚟打，呢橛係最肥美嘅，係咪？但係膽經喺呢啲度嘅喎，你係唔順手嘅。經絡咧就好似電線咁樣，好似鋼琴嗰條絲咁樣，你一彈佢，噔，成條弦都會，成條都會震同埋有聲嘅，好唔 OK 啊？好，嗱，你咧就可以揸短啲，跟住我打先。嗱，如果你咁樣打到嚿骨咧，咁你好痛啊，咪側歪啲咯，係咪？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喂，揸後啲咧，你要呢度有少少韌力嘅，有冇啊？係，借你用嚟先。有啲人買就喺屋企嚇，有啲人買喺屋企嗰啲咧，後邊有冇拍多借1、2條俾人 ？O 唔 OK？開始打呢度。嗱，聽住，你連續打夠幾分鐘咧，你會出汗嘅。你開始覺得熱嘅個身體，你要 feel 呢啲嘅，你要有呢種嘅感覺啊，注意力啊。乜嘢地方最痛啊？知唔知？係最凍嘅地方，最冇即係唔夠血嘅地方係最痛嘅。好啦，有冇人腳踭痛㗎？屋企有冇人腳踭痛啊？如果你腳踭痛，除咗打腳踭之外咧，你打咗委中啊，啲血唔好喺嗰度鎖住啊，佢就會自動啲血落腳踭，就會醫好腳踭㗎啦。你唔信？你小腿抽筋同埋腳踭痛，你打通咗2次委中之後咧，呢2樣嘢都醫埋，你都唔知點解嘅，明唔明白？好。嗱，如果你企喺度，可以企喺度打；坐喺度，可以坐喺度打。不如企喺度啊！睇唔到喎。嗱，淨係打嗰邊先，唔準打第2邊，淨係打一邊。我要你哋 feel 啊，打一邊嗰種感覺。淨係打膽經，好，打埋膝頭哥嘅2邊。膝頭哥2邊好緊要嘅，裏邊呢條叫做陰經啦喎。我睇邊個遮我先，你遮我，行開啲。Henry 啊，哎呀，唔好意思，係好 OK。嗱，如果睇得到電視嘅睇，你咧就打邊個咧？前面2個咯。OK， 好，呢度咪裏邊啊？係咪順手㗎都？如果膝頭哥痛咧，打通呢邊同埋呢邊，仲有呢度前面，係咪圍住個膝頭哥啊？你發覺如果呢度嘅話咧係有骨嘅喎，就唔打啦。好，就係咁圍住個膝頭哥呢3個點，每個地方打幾多下？打4下至3下，係咪啊？咁咧就好啦，打到都唔痛啦，可以咧就咁周圍走下啦。但係個節奏咧都好緊要嘅，尤其新人。記住，越怕痛嘅人唔好拉咁開。咩叫拉咁開？咁大力打落去咪叫做拉得開咯，係咪啊？咁樣細，即係距離近啲。
完全唔痛，睇住係證明未夠力，咪拉開啲打咯，明唔明白？哇，好痛，細力啲咯，O 唔 OK 啊？好，教大家打圍巾好冇？